今仔日要下班的时阵，阮的夜婆仔查某迄个应该是做经理啊，伊就走来问我讲：迄个某咪人，某咪人就是甲我诚袂合，迄个夜婆，就是查某的夜婆，我叫伊 B 好啊。伊就问讲：迄个 B 安怎安怎？啊，我其实伫放假进前啊，放年假进前有甲迄个 B 有冤过，无正是讲冤家，毋过有无欢喜。就是伊就讲，我咧讲啥？伊就一直讲，我伫讲啥，伊听无，伊阁足着急咧，阁问边仔的人。我就想讲奇怪，你无甲我尊重，我的人就伫遮。而且我若讲物件较啰嗦，但是嘛是范围嘛是咱工课上的范围。只是讲你可能拢了解啊，我嘛毋知你了解偌济。嘛讲迄个 B 有可能讲伊无想要知影遐济，因为伊的任务敢若讲要回答啥物问题。毋过我嘛毋知影讲你到底是安怎，我就讲我加讲。我加讲，莫讲到时无讲，变讲，我就讲一套紧讲的。这是我的态度。毋过可能对即个查某来讲，即个 B 来讲啊，安尼伊会掠讲，伊会掠讲的点，就拄仔好是我会对伊做的，我迄时阵已经无欢喜，毋过就是放假，我就甲伊放袂记。今仔日伊的经理阁来，阁叫我讲甲即个 B 讲啥，阁甲物件互伊。我就想起来，我就迄个情绪啊，就受着刺激。我就用台语讲啊，甲因经理讲，伊遐歹啊，伊这是安怎甲我当做猫还是狗啊？我若讲解说甲毋是伊爱的答案啊，伊嘛无需要安尼，无甲我是无讲甲我尊重啦，我是讲甲我当做猫还是狗啊，还是石头安尼。有时阵我若传资料互伊，想讲伊需要这，毋过因为伊的反应拄仔反应拢特别掠讲嘛，所以讲我就传一个物件互伊，伊就一个问号，无伊就是无甲我应，我嘛不爱插伊，因为我想讲若真正有代志爱处理，就搁处理就好啊，我毋免去着急，毋免为着这代志，搁甲伊起冲突，因为起冲突我就是拢无欢喜。结果迄个经理安尼讲嘛，讲啊足大声，因为我想讲，凡说啊，迄个 B 啊，伊好好甲我讲话，可能是无法度啊，因为我好好讲，伊嘛是掠讲啊。伊掠讲的点就是讲，伊无爱听遐济，毋过伊一直掠讲，我当然想讲我嘛毋知影要甲你讲啥，两个人拢紧张，迄交通的效果就无啊。一个足惊的，一个足掠讲的。我想讲，哪有可能伊身躯边的人拢回答拢足合格？就是这种问题。毋过转来的时阵，我想讲，我若爱比即个查某较好，毋是讲大家拢讲伊毋对，拢安尼甲伊苛刻。这是以早无学识书的时阵的做法。毋过即摆做法就是讲，我比迄个比搁较甲物件放下，莫讲甲这物件一直摕来想，一直想袂煞。因为这代志其实就是一个人对着一个人，就是起冲突。我伫讲台语的团体内底嘛是共款啊。有这两个啊，会叫C甲 D，C甲 D 甲我拢诚好，毋过 C 对 D 就是做严格的。
做啥物代志嘛是这反应啊诚大。其实这代志我嘛有做啊，因为我嘛讲啊台语拢无正确，佫有讲毋对的所在。毋过迄个死对我就是较谅解，想讲我有心伫学，伊嘛毋是挑工的啦，人无讲诚公平，只是讲拄啊好伊袂掠讲。就有亲像我的同事 B， 共款讲话诚啰嗦，有可能伊对我就是掠讲的反应。毋过去对别人可能就是有耐心，想讲这新人啊，带菜鸟啊尔，莫共人惊着，就是这种代志是无法度讲道理的。我会当做的，就是讲，我着家己放袂记，莫讲一直想，嘛莫讲佫掠讲。所以讲，虽然迄个主管有来找我问，我有家己反映，是用较掠讲的方式。我希望讲，不要紧，我着讲甲代志拢变出来啦。就是讲，我就是袂爽伊即种态度，我嘛无想要讲做好人，因为我着安怎，我即摆无飘毋是讲即个逼啊对我真正有啊。偌尔好啊，还是讲伊着甲我当做朋友？我已经无即种想法。我的标准，我的步飘已经改变，就是讲伊莫阁甲我讲两句话，就免掠讲。掠讲其实影响我的情绪啊。我想讲，我要好啊讲话，你反应拢诚大，讲你听无安怎，是嘛无到即种程度，无遐严重。但是对伊来讲，伊就是拄着我，就是掠讲，就亲像我伫台语的团体死甲猪共款，迄猪有淡薄仔讲毋对，迄个死着掠讲安尼。其实就是我着像猪着惊着想讲伊替互人欺负啊，伊想要讲。佫做甲佫较好诶，像进前我对 B 共款，想讲我想要用啥物方法来挽回伊对我歹印象。毋过即摆我着讲，我着做我家己，我讲话就是安尼，我无法度讲啥物话，伊着拄啊好，就是伊需要诶答案。伊若要安尼，你当然你爱态度较好诶，你爱用迄引导式诶问问题的方式，毋是用即种掠讲的方式，足急的叫顶仔的人紧讲。伊咧讲啥？我甲伊对话，伊讲问讲他在说什么？这实在是，毋过嘛毋免甲这囥伫心肝顶头，因为这讲道理、讲对错是拢无效的。就亲像讲死甲猪共款，猪满排委屈。伊诚有才调，阁学诚侪物件，但是就是自信无够，阁摕死安尼一步，就阁较无自信。所以我即摆会当做的，毋是改变别人。伊若要掠讲，就互伊掠讲，我无伊法。但是我即摆会当做的，当然就是我家己会当讲我学着啊，这互我。看到这一幕有这种人掠讲，我就知影讲死甲猪因两个之间，我嘛会使看较开的，知影讲有的人啊，就是做共款的代志，伊就对这个人较严格，对别人无安尼。毋过这嘛毋是讲啥物人对毋对，你若去追求这种。还是讲追求讲这个人得着教训，这拢毋是赛事主张，其实就是家己有智慧看这一切，就像若看戏共款知影讲就有这种代志啦，世间就有会发生这种代志嘛不要紧，其实嘛袂讲互我足无自信。因为伊安怎想我，不代表我这个人就是安尼。
我无需要讲伊对我安尼，我着想讲对，我着是安尼诶人吼。我爱搁较自在，做家己。其实这着是我修行诶一个机会吼。所以我即马想想诶，着是家己当做讲，互我练习，练习讲有诶人会对我无爽，不要紧。我会惊是因为讲，我嘛才受着伊对我即种评价。若今仔我袂安尼，我着想讲有人着是安尼，但无代表讲伊掠讲诶迄个对象倒位做毋对，若有智慧，颠倒掠讲诶人，伊着无，伊嘛逐工咧掠讲啊，着互伊掠讲啊，就是我有我诶智慧，我会使讲无家当做一回事，无甲即代志当做一回事，较是对即个比上大诶报复。这就是我今仔有学着诶物件。